惠州嘉河園聖誕加班團，3日2夜懶人度假，入住住5星景觀房，浸溫泉、嘆海鮮自助，冇購物，冇自費，輕鬆 enjoy 假期。B1深圳灣口岸或羅湖口岸集合，乘旅遊巴士出發。午餐攤招牌缽仔水晶雞，皮滑肉嫩超入味。抵達河源葉苑溫泉度假村，入住舒適客房，暢遊溫泉泳池，60多個特色溫泉池無限任浸。晚餐享用溫泉風味宴。D2酒店自助早餐後，繼續享受度假村設施。午餐客家古法碌鵝，鵝肉入味軟嫩，汁香4日。特別安排任食時令水果，新鮮多汁不限量。打卡3個梅服務，4季常綠繁花似錦，春秋兩季觀賞最佳。入住惠州5星標準型富興酒店，景觀露台房。晚餐酒店海鮮自助晚餐，新鮮海鮮供應，甜品、熱菜、水果等你選擇，吃到扶牆走。D3酒店自助早餐後，自由享受酒店設施。午餐荔枝柴燒鵝宴，傳統工藝燒製，皮脆肉香超惹味。前往萬象匯 shopping mall 自由購物，做貨伴手禮。之後乘車返程深圳關口解散，結束這趟超旅程。想報名嘅，撥打我哋熱線電話，或加我哋 WhatsApp 562238199留位報名啦。